常言道，知識創造命運，而閱讀就係開啟知識嘅鑰匙。喺我哋嘅城市入邊，其中一個藏住呢啲鑰匙嘅重要地方，就係我哋嘅圖書館。今日我哋喺澳門中央圖書館，隨時隨地都可以享受方便嘅服務同舒適嘅閱讀環境。不過，並唔係每一個人都知道圖書館創辦嘅經歷。其實，澳門中央圖書館有住一段悠久嘅歷史，創辦至今跨越咗3個世紀，可以話係歷史悠久嘅公共圖書館系統。從1895年附設喺澳門國立利霄中學，到依家不斷開設分館，佢嘅背後埋藏咗一段段曲折嘅故事。19世紀末嘅澳門係華洋雜處嘅地方。一班有識之士覺得圖書館係培育人才嘅教育文化機構，為咗澳門嘅未來，都不斷咁呼籲政府建立公共圖書館。1893年，葡萄牙皇室頒令喺澳門開設國立利霄中學同國立圖書館。到咗1895年9月28日，澳門國立利霄中學同圖書館正式成立。圖書館初時係附設喺利霄中學，並未有獨立嘅館舍。當時因為資源不足，圖書館形同虛設。後嚟又歷經幾度搬遷，曾經跟隨利霄中學搬到去風景酒店大樓，同埋塔石嘅殘疾人收容所，即係現時塔石文化局總部大樓。直至1929年，經市政廳同意，撥出市政廳大樓2個房間供澳門國立圖書館專用。自此，澳門國立圖書館先至結束咗流離失所嘅生涯。澳門國立圖書館安頓落嚟之後嘅30年之內，開始建立一套公共圖書館架構同埋收藏制度，包括1931年公共圖書館人員編制、1941年規定圖書館收集澳門嘅出版物，以及1952年無償接收葡萄牙同海外省書刊嘅法定存檔法，都為日後嘅發展打下基礎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上世紀50年代，何東爵士指定喺澳門建立一所中文圖書館嘅遺願，為澳門開闢咗另一片文化園地。1957年，澳門政府公布著名華商何東嘅遺囑，佢會捐出崗頂前地3號大宅同埋25,000蚊港幣，喺澳門建立一間中文圖書館，名為何東圖書館。何東圖書館喺1958年8月1號正式對外開放。隨住社會變遷以及圖書館藏書量增加，有效咁管理藏書同埋提供更優質嘅圖書館服務，漸漸變得越嚟越重要。1962年上任嘅圖書館館長高美士係一位土生葡人，亦係一位相當淵博嘅漢學家同教育家。上任之後，佢大規模整理裝訂澳門各個時期嘅報紙同埋刊物，亦策略性咁規劃出圖書館未來嘅發展。佢向政府提出將圖書館搬到去原利霄中學大樓，但係呢個計劃直到高美士逝世都仲未得到實現。不過高美士館長留低嘅係一幅美好嘅圖書館發展藍圖。上世紀80、90年代係澳門國立圖書館迅速發展嘅時代。經過多年嘅醞釀同埋各方嘅努力，喺1983年10月28日，時任總督高斯達喺荷蘭園正街為澳門國立圖書館新大樓剪彩。圖書館從此獨立咁擁有一棟優美而設備齊全嘅大樓，成為現時澳門中央圖書館嘅總館。原來嘅市政廳圖書館被劃為分館，集中收藏1950年以前出版嘅文獻。同年開設嘅路環圖書館係第一間喺離島服務嘅公共圖書館。之後幾年，其他地區嘅圖書館亦相繼落成，包括有1986年首架流動圖書車投入服務，1988年望廈圖書館開幕，1993年開設氹仔圖書館，令圖書館服務更深入各區市民嘅日常生活。1994年，圖書館正式命名為澳門中央圖書館。
圖書館嘅發展進入咗新里程。1995年，青州圖書館成立，同年，澳門中央圖書館更獲頒授文化功績勳章。而到咗2000年，澳門國際標準書號 ISBN 中心成立，正式實施國際標準書號制度。從此，澳門嘅出版可以擁有自己嘅國際標準書號。2012年，紅街市圖書館成立，支援咗澳門中央圖書館喺中區嘅服務。隨住時間嘅流逝同環境嘅變遷，雖然澳門中央圖書館經過多次嘅搬遷同改名，從組織形態、藏書結構以至服務對象亦逐漸改變，但係佢肩負培育人才嘅任務始終如一。